你哋好，歡迎晒你哋，今日嚟到第3屆校園藝術大使嘉許禮。我係嚟自香港電台第2台嘅天怡，你好。我係嚟自香港電台第2台嘅 Eric， 你哋好，你哋好。嗱 ，Eric， 我哋已經係做咗第3屆嘅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嘅主持人啦，亦都做咗嘉許禮嘅司儀第3年啦。我哋對呢個計劃應該可以話係非常熟悉㗎咯噃。係啊，其實我要好多謝現場每一位嘅校園藝術大使嘅，因為我知道佢哋咧就識好多嘢啦，即係可能文學嘅又有，畫畫嘅又有，拍片嘅又有，音樂嘅又有，視覺藝術等等全部都有嘅。咁每一次同我哋傾偈嘅時候咧，多謝你哋，因為你哋袋錢落我袋啊，我覺得。好漲㗎啦，我哋個荷包已經。係啊。咁你又如何咧？我今年咧就再特別啲，因為我除咗聽啲藝術大使講之外咧，我仲同佢哋一齊咧去到好多藝術家嘅工作室嗰度。因為今年咧，我哋希望唔好淨係坐定定啦，不如行出去同啲藝術家接觸一下，喺佢哋身上面咧偷下師請教下。咁我哋譬如試過有一個工作坊咧，就請到之前為陳奕迅一絲不掛嘅 MV 做沙畫嘅海潮老師。咁原來咧沙畫咧唔係淨係喺電腦上面睇嘅，原來現場一盤沙咧佢可以咧做好多幅唔同嘅圖畫，咁啊串連起上嚟咧，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嚟㗎。係咁啊，所以今日其實我哋呢個嘉許禮咧，除咗會係歡迎一班嘅校園藝術大使加入我哋嘅陣營之外啦，其實一陣間都會有好多香港嘅藝術家同一班嘅校園藝術大使合作，有好多嘅演出嘅。咁啊，拭目以待啦！一陣間最緊要咧就係一班校園藝術大使咧，3年嚟咧佢哋都肩負住一個重任嘅，就係要將頭先講嘅咁多種藝術咧，就係宣揚開去，俾更加多人知道咧藝術教育嘅好處。咁所以我哋今年嘅成績咧又有進步咯。參與我哋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嘅學校咧，已經上升到656間啦。呢啲咧全部都係在場你哋所有人嘅功勞嚟嘅，多謝你哋。好啦，咁啊，正式開始我哋今日嘅嘉許禮之前呢，咁首先我哋會有一個邀請一個朋友咧上嚟同我哋咧係致辭先嘅。我哋首先邀請藝發局主席黃英偉先生為我哋致辭嘅，有請黃主席。孫局長、各位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呢個致辭好難嘅，因為有小學生、有中學生、有局長、有家長，要個個都識聽呢，個個都收到呢。